上次講到 AI 時代嚟到，所有人都要重新起跑，唔使驚，唔使焦慮，唔使恐慌，因為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選擇搭上呢班 AI 嘅快車，唔被時代拋低。中美兩國喺人工智能方面各有各嘅優勢，美國喺底層技術方面可能係領先者，但中國喺人工智能嘅應用同埋推廣上絕對唔落後。尤其係 DeepSeek 嘅出現，真係帶嚟咗一場革命。人工智能嘅成本大幅下降，令到更多人同企業可以用得起 AI。當時 DeepSeek 一出，華爾街即刻震動，英偉達嘅股票一日之間蒸發咗幾千億美元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美國一直以為 AI 嘅領先權同創新權係佢哋手上，但 DeepSeek 徹底開源，佢哋係用創新者、革命者、顛覆者嘅姿態喺 AI 世界掀起咗一場風暴。講返 OpenAI 嗰套邏輯，佢哋嘅 AI 訓練成本非常高，要幾億甚至十幾億美金，仲要大量硬件同算力支持。英偉達做顯卡，所以佢哋賺大錢。但 DeepSeek 嘅算法係一場革命，訓練成本只係 OpenAI 嘅10%，大概只係幾百萬美金。成本革命一旦發生，AI 嘅普及時代就真正嚟到。呢件事對全球 AI 嘅發展絕對係好事，因為當個人同企業都可以用低成本嘅大模型同 AI 工具，反而會推動硬件同算力嘅需求增長，形成良性循環。咁對我哋普通人嚟講，點做好呢？第一樣嘢，先唔使慌張，回顧返科技嘅發展史，最終結果係解放人類，而唔係取代人類。唔識用好 AI 先可能被取代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以前我哋讀書嗰時，好多人都話你唔學揸車會被淘汰，仲要學棍波。但而家有幾多人揸棍波？基本上全部自動波，未來仲有智能駕駛、無人駕駛，揸車變得越嚟越容易。呢個例子有冇讓你聯想到自己過去學習新科技嘅經驗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俾我知啊！今次嘅新科技 AI 嘅技術邏輯係咩呢？唔係我哋要去學機器，而係機器去學我哋。以前要學寫程式先可以同計算機互動，但而家唔使啦。人機交互回歸本質就係思考能力同提問能力。蘇格拉底被稱為提問之神，因為佢識得好好思考，好好提問。所以只要你識得提問，你嘅知識累積、經驗累積，加埋你嘅提問能力同思考能力，先係你嘅真正本質能力。而家最緊要嘅係保持學習嘅心態，唔好怕新科技，唔好怕 AI， 利用 AI 幫你提升效率，做得更好，生活更輕鬆。AI 唔係敵人，係你嘅好幫手，你唔使怕，反而要學識用，咁先可以喺呢個新時代贏到。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記住 like 呢條片，因為咁樣可以幫你更容易揾翻呢條片重溫重點。最後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多點樣用 AI 工具幫你賺錢，可以點入描述欄嘅連結去睇更多相關資訊啦。